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印度在现代教育中引进世俗论理；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昌迪加尔大学提倡现代教育与世俗理论；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遭台风海贝斯袭击的日本民众。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埃塞俄比亚总理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斯珍罗萨桑格在四踏上访问欧洲4国之旅。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13号上午离开达兰萨拉，前往印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展开了为期2天的短暂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包括10月14号在奇克拉大学举办的2019年第11届全球周开幕典礼，并发表了以教育中普遍伦理道德的需求为主题的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谈到，在现代教育中引入古印度的世俗伦理知识的必要性，并强调，如果古老的印度文明对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运作有彻底的理解，再加上现代教育，我们就可以学习如何应对自己的破坏性情绪，并实现内心的平静。由于依靠宗教的论理无法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因此尊者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普遍的媒介，可以促进人类的统一性，并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慈悲与同情等的基本价值观。本周二10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锡克教先知古鲁那拉克诞辰55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以现代教育中的世俗伦理为主题的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谴责只注重物质发展而忽视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教育制度，同时敦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暴力和慈悲等方面的知识来处理消极情绪。结束对昌迪加尔的各项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16号返回了印北达兰萨拉。另外，近数十年来袭击日本的最强台风之一海贝斯于上周六10月12号傍晚在日本东京南部登陆，之后向北移动，而台风造成的严重水灾在沿途淹没了周边多个地区和城市。截至截稿日期，死亡人数已攀升至66人，仍有数十人失踪。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致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次日本遭受台风的重创表示慰问，并向台风中罹难的民众表达了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慰问函中写道：“我在此向近日在贝海斯台风袭击日本时丧生的人们和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和哀悼。这次台风对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空前的破坏。我也对您和您的政府为预防台风及灾后采取的有效措施表示赞赏。”尊者进一步写道：“如您所知，多年来我能够定期访问日本，那里的人们对我的爱与关怀，以及他们对我促进人类发展内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兴趣，使我深受感动。”此外，埃塞俄比亚总理埃比艾哈曼德阿里由于几十年的紧张与冲突之后，为实现埃塞俄比亚与厄立亚利特2国之间的和平与和解而做出的努力，与近日被诺贝尔委员会授予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致函祝贺，指出他与诺贝尔委员会一样，希望和平、稳定和成功的埃塞俄比亚将获得更多的成果，因为这不仅将加强该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而且进一步促进非洲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继续来看本周斯镇洛萨桑格的各项行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10月11号开始对捷克共和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展开了为期12天的访问。
10月13号，司政罗萨桑格同300多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了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23届论坛2000开幕式。10月14号，司政罗萨桑格在第23届论坛2000小组讨论会上强调了专业政治人物的概念，并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人物成为职业政治人物，从而超越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以及立场和义务等。因此，司政建议有效地遏制权力过度的任期限制。罗萨桑格进一步分享了包括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社会与情绪及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以此来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挑战，即朝着排斥体系转变，摆脱包容体系。随着体现社会与情绪及伦理教育及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普遍责任。10月15号，司政罗萨桑格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与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艾莎、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对梵蒂冈侵华路线持坚定批评态度的香港前主教陈日君等维权人士，就有关21世纪中国数字监控中的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活动也是论坛2000会的一部分。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上周发布声明，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对侵犯西藏人权和干扰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声明中对近期引入的2019年西藏政策和支持法表示欢迎，并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该法案。该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对任何干扰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此外，该法案将要求国务卿寻求在拉萨设立领事馆。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